完颜城二郡主陈楚楚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好困啊！当编剧可真难。我居然变成了花园城三公主陈芊芊，管自己叫三公主的陈芊芊。就是那个街头抢亲，结果大婚当日就被男主还说一杯毒酒送上西天，第3集就领了盒饭的女炮灰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喜服到了。喜服？我的三公主今天可是您大婚的日子，小的们是紧赶慢赶才做出来的满袖飘金的喜服，快试试合不合身？膝下无女者出，不安于世者出，凶悍妒疾者出，身患恶疾者出，搬弄是非者出，不合规矩者出。这7条是花园男子的7出之罪，韩某已经背过了。寿君，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。新婚之夜，谁将男子的面巾取下，男子就要追随于谁，易主，视为不贞。这一条，韩某也可以照做。荒唐！你们花园城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？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，男人在我们花园城就是什么地位。你个来吉，入乡随俗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福德、面巾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……欺人太甚！寿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哈？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韩少君，寿君，韩少君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啊？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
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哎，少君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来一次。干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是按照玄武城习惯的姿势来的吗？面纱没沾是吧？真麻烦。夹这么紧干嘛呀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子然，一会儿我死了，你就五马分尸，诛他9族弥漫了吗？韩少君，你为何不辩驳呀？你不要听他辩。子然吧，我现在看你已经是好多跟你在这晃一会儿，是吧？我感觉到毒性已经运行到我大脑了，完了，到月底不得了啊！我给你把你的晕多，你都躺一会儿。你的毒药后劲儿挺大哈。快叫大夫！不对，三公主，无妨，醉酒而已。醉酒？三公主平日里那可是千杯不醉啊，昨日怎么会一杯就倒？这绝不可能。啊！三公主，你醒了？这梦怎么还没做完啊？不，怎么还没做完啊？难道是韩硕把毒酒换了？不是现在演员改剧本都不跟编剧商量的吗？那我怎么才回得去啊？啊，不行，太疼了，不行，太丑了。晴儿啊，人固有一死，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都开机了，你还没交稿呢。死，就是现实中的过劳死呢。感谢韩硕，感谢临场发挥的演员，给了一个年轻编剧自我认识的机会。可是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完颜泉儿郡主陈楚楚，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，
趁处处知人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天哪！如果我需要做完这场梦才能醒过来，天降异象，天门大开，那我岂不是要坚持到全剧终？等等，没有韩硕帮楚楚，他怎么当上少城主呢？韩硕，子睿，韩硕呢？人在天牢，今日未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别说了，赶紧说。城主怀疑韩少君入赘另有图谋，所以要趁着昨夜的事，刀下留人，母亲。摘他除根。三公主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放了韩硕吧。母亲，三公主，韩少君新婚之夜谋害三公主，问驴当斩。韩少君他不是有意要毒害我的，那是我冤枉他的。三公主海亮，曾经千杯不醉，为何昨日一杯就倒啊？问，韩硕多久问斩啊53克。现在几克51克。 51克了。人命关键的事都51个，你还问我酒量的事？你说放肆！当然重要了，你是我的女儿千金之躯，莫说是醉晕过去，就是少了一根头发，那也是大事，岂可儿戏？好凶啊！芊芊，我们花园城靠着巫石矿享受富贵，一直以来玄虎城都以男子为尊，男人就是天，与我们花园势不两立，还对我们的巫石矿虎视眈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直桀骜不驯的玄虎城城主，竟主动将他唯一的儿子入赘我们花园。你说，这是真心降服，还是另有所图？罢了罢了，这种事我已经给你讲过很多遍了，你要真能理解，早就应该替我分担。韩硕原本是要和楚楚成婚的，没想到被你当众抢亲。我知道错了，我这不是来认错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跟他没几天，没邮件，没拜堂，你就当我们没有结过这个。让他跟楚楚成婚。可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抢亲了，楚楚还能要韩硕吗？男女主角的情感线后面还有办法推，可韩硕一定不能死。我明白，可他不明白啊。他？你能明白吗？城主，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？找什么大夫？这种事，大夫有我明白吗？说，谁的？不知道。你就当做是韩硕的吧。荒唐！韩硕前日进城，昨日跟你成婚，今日你就有了？不是，你这个不成器的，说到底，纵使我们花园城不像玄虎城那般约束女子，但毕竟也有礼法呀。你作为堂堂的城主之女，好歹顾及点规矩体统吧？啊！前52克，
桑琪，你去告诉韩硕，只要他肯认下这个孩子，我就恕他无罪。是。快，你管好你的嘴，在没到月份之前，不许声张。城主令，承城主赐谕，玄虎少君韩硕自成婚以来，勤勉柔顺，性情温良，传嗣有功，特赏赐玉如意一柄，孔雀羽扇一把，鸳鸯碧波绸缎3匹，上好绿茶1盒，琉璃瓶1对。少君，怎么都是绿的？翡翠金冠1顶。少君，哎呀，消消气儿。少君，少君有所不知，这花园城有一民俗，若长辈赐予晚辈与绿冠，那就说明长辈在夸你恪守夫德，贤良大度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三公主，送了我一顶绿帽子。哎呦，少君你想开一点嘛！这孩子虽然不是你的，可媳妇是你的。这小人听说，在玄虎城也有一个民俗，说这男子一生可娶3妻4妾，这妾室所生子女，那这原配也应视同己出，悉心照顾。到了我们花园，只不过将男子变为女子，不知少君有何觉得不妥呀？桑琪，你跟他说不通的。哎，我说，这孩子不跟你姓，你急个什么劲儿？岂有此理！花园之事居然不随夫姓，多新鲜啊！我给你们算笔账啊。就拿我和你家少君为例，现在住这房子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那日常开销花的钱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这买屋子的侍从又是谁的？三公主的呀。若这孩子出生了，从谁的肚子里出来？还是三公主的呀。这不就得了？你家少君连生孩子都帮不上忙，就不要挑三拣四了。对了，三公主，城主特意吩咐小的把这个给你送来，说你爱吃。什么呀？三公主，少君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他一口咬定是我下毒害他，如果不顺了他的意，岂不白受这场罪？吩咐我们的人，按原计划动手。莫说这孽种了，就是大人我也不想留。是。少君，已经安排妥当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中午服用，午夜发作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今天加了好多好吃的，来，快！哎呀，那个按我们花园城的规矩啊，我们三公主用膳，你得在旁边陪侍着，替我们主子布菜啊。这是自然。少君，毒就下在琉璃盏内。
少君琉璃盏内。好吃好吃，一起上。哇，公主，哎，三公主，厨房问今天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啊？炒一把，炒一把。餐具也要最好。是，那就全换成琉璃盏吧。什么是琉璃盏？用琉璃做的盏。莫非韩硕在菜里藏毒？好你个韩硕，我辛辛苦苦将你从大牢里救出来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少君今天操劳一天了，不如坐下来陪我一起吃吧。不了，你们花园城的规矩，男子不上饭桌，还是三公主请吧。这玄武城有一句方言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既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那就应该是妇唱夫随。少君，请用。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人补，还是三公主请吧？当然是客随主便了。我让你吃，你就得吃。张嘴。哎，不用。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。嗯呐。那个屁！去死个头！都别愣着了呀，赶紧重新准备。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吃了，这饭没法吃。哎，你去哪呀？陈主府。去陈知府干嘛呀？吃饭。我也去吧。琉璃盏，少君，白姐，你知道背叛我的人什么下场？少君饶命啊！属下不敢，属下对少君一直都是忠贞不二啊。不是忠心不二。本来都计划的好好的，这毒就下在琉璃盏内，谁知这三公主心血来潮，将所有的餐具都换成了琉璃盏，就像那之前心血来潮纵马成劫一样，导致计划失败，异曲同工啊！世事无常，也非属下能够左右。还请少君给犯错的人，尤其是我，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这顿早饭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吃饱了就别吃了。药用典籍中有说，且味甘性寒，致滑而痢，孕妇食之，犹见其害，你不能吃。是。那我吃个螃蟹好了。螃蟹性凉，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你也不能吃。母亲说的对，辣子鸡我怎么能吃？孕妇不能吃辣的，是谁端上来的？撤掉，快！我摸螃蟹，对呀，我辣鸡。三公主，你这是？我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手工纱尚在呀。手工纱？不对呀，陈芊芊好色成性，怎么还有手工纱？我得回去捋捋剧本逻辑。难道陈芊芊抽烟喝酒逛花楼，但她是个好姑娘？
还真是意外之喜啊。我倒要问你，喜从何来？这手工纱还在，这喜从何哪来？哎，三公主，你，哎。为了一个阶下囚，居然将子嗣大事信口拈来，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番期望。你如此的不分轻重，真是罔顾了我贵族颜面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韩硕呢？韩硕，不是母亲啊！你息怒，你不要怪韩硕，母亲。快解释啊，三公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爱韩硕，女儿与他一见钟情，便情深意重，没有韩硕我就活不了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罢了，你要是样样明白，你就不是陈芊芊了。不过，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男人，只要他不兴风作浪，我饶他一条贱命；否则的话，我连你一块收拾。我吃饱了，我得先回去了啊。我先回去了。下去吧。把这些都拿走。程者，你不用过分悲伤，这些东西啊，迟早用得上。但愿吧。举步维艰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我身边还一公和一母，花园城主也就罢了，可这韩硕可怎么办啊？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！不行，我得把他踢到陈楚楚那边去。故事推到大结局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可现在剧情卡住了呀。子睿，在你们这个年代，写剧本的人叫什么？何谓剧本？就是画本。画本先生啊，对，就这个，怎么称呼？说书的。评书、杂剧、戏子、唱词儿，皆由皆由画本先生撰写。啊，厉害呀！这怎么说起来，按辈分来讲，还是我祖师爷呢。三公主，想听故事？不是，想找几个幕僚。三公主，画本先生，花园城3甲。见过三公主。三位先生何处高就啊？小人在茶馆说书。小人在天桥耍皮影。小人有自己的戏院。可以啊，这还分3、6、9等呢，跟我们那儿也差不多。三位请坐。我这今天找3位过来，是因为我有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，想请3位先生帮我指点迷津。请讲。我写了一个故事，这男主角就是个香蕉，哎，这女主角呢就是这个苹果，这女配角就是这个橙子。这原本呢应该是香蕉被这橙子抢了亲，但是在亲婚当晚把这橙子给毒死了，然后呢就跟这苹果这俩水果这2个人啊就经过了一系列的爱恨情仇之后呢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行活，没什么亮点，按部就班即可。可不是吗？现在不一样，这橙子啊成亲当晚没死，留下来了。反转，大破城市，有出乎意料的奇效。本人擅长喜剧，惯用此计。不要反转，不要出乎意料，我就想做个行活，让这苹果跟香蕉赶紧在一起。那橙子啊就是个障碍，
小人建议三公主快刀斩乱麻，化繁从简。这么暴力呢？这好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就能不能别？三公主，我们写话本呢有3门手艺：剧情节奏稳，戏剧矛盾准，对于多余的支线剧情下手要狠。这成了明显就是多余的，得删。哎，不用删，小人擅长悲剧，话本中多些生死离合、爱恨纠葛，也好看。哎，不行，这太简单粗暴了啊！你们就没有点技术手段，给他稍微这样迂回一下子嘛，对不对？你三公主有何高见呢？你们说，若是我单独做一场戏，让这苹果跟香蕉来个英雄救，不，或者是美救英雄，怎么样？这场戏，你想怎么做？你确定楚楚一定会经过教坊司？肯定会。三郡主来了啊！三郡主来了！什么郡主是公主？呀，你长这么高，我看你脖子不疼啊？你这么瘦，你能不能多吃点，跟个竹竿似的？三公主啊，咦，也就是你们老板林七那死丫头才能看得上你们这种。林七，林七，这手机，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走。陈芊芊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林家身为花园城首富，世代侍奉城主，供奉君享，就连二郡主都要给我几分薄面。你别仗着你是城主的女儿，就在我这儿撒野。怎么，你的人才艺不行还不让人说？哼，我的人才艺不行？难不成你近日遇到了出类拔萃的，要与我攀比啊？那是自然。谁不知道我近日新抢了玄虎少君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要不然我们比试比试，我们比花园城才艺最佳的男人是谁？哼，比就比。你出谁？出韩硕，去，把孙木找来。是。天啊，三公主居然把韩少君当赌注给押上了。万人空巷看苏郎。这玄虎少君怕是要输喽。在我们花园城一向是女人当家做主，你若是敢违抗我，我就将你休弃，赶回玄虎城，让你不得踏入花园城半步。少君，你可得想好了。少君，中国小不忍走乱大谋。陈芊芊，你这是在逼我！堂堂玄武城少城主，连个越人都比不过你。我们少君威猛阳刚，举世无双。那最好。请苏木。太监们又朝三公主去了，也就三公主能叫我吧。
三公主多日不见，怎么刚成亲就来小人这儿了？莫不是玄虎男子不懂乐理？哼！三公主，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常来教坊司听曲儿，可好啊？哼。真好看。这是怎么还没来？我不知道。真好听！咱们花园城的男人都会弹琴唱曲儿。就是，玄虎城的男人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。啊！好看，真好看啊！可惜呀，居然患有心疾，时不时的分泌。我看这三公主就是在刁难人家。楚楚娘，我搭这么大个戏台子，就是为了等他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要是再不来把韩寿出头，这个大魔王可能就要被我活活气死了。小心！啊！放肆！竟敢对芊芊刀剑相向！阿哥，二姐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逼他的。二姐，你应该听他请了，你应该骂我、斥责我呀！你本来就应该美救英雄，怎么还打起？少君、二郡主啊！久闻二郡主才学兼备，气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幸会。少君请自重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姐，堂堂玄虎城少君，我逼他与越人比试，是不是很过分？想不想骂我？想不想抽我？你带自己的新婚夫婿来教坊司也就罢了，还逼他与越人比试？骂我，然后把他带到府中让赏。那你就敢对他无礼，甚至意图行刺。看来你们玄虎的男人不懂夫德，需要好好教导。哼！来人，在，给我把他拿下。是。不可，而且他可是还说你不过是玄虎城派来联姻入赘的质子，有何不可？从小到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便都给你。韩硕再倔强，我也要替你驯服。我可谢谢您嘞。二郡主不如自己亲自动手。完了，这是乱套了，剧情不能删短。我的男女主角应该是一见钟情见面，现在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
都被扯破了，这哪有一城少主的威仪呀？玩脱了，有谁来给我解围啊？住手！裴思学好帅呀！哎呦，别想了，三公主从小就跟他订婚约了。他不是跟了韩少君了吗？韩少君患有心疾，活不了多久。胡闹！堂堂少君，怎可对他如此怠慢？台词终于有人说了，裴恒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角色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怎可让韩少君衣冠不整？对，是我欺人太甚，罔顾此。罔顾礼法，刁蛮任性。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都回去吧啊！散了，看吧，三公主多听裴思学的话，新欢旧爱。哎，那还有个思慕呢。走。裴思学，你看他。刚跟韩少君成了婚，就把他带来教坊司比试，这成何体统？这都是他的主意，你可千万别怪我啊！是你的主意。我的主意。韩硕，你可千万别怪楚楚啊！楚楚，你也千万别怪韩硕。三公主。你随我来一下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哼，安排好弓箭手，陈芊芊要是今晚没有万箭穿心而亡，我摘下你的狗头。属下领命。我以往不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刁蛮任性，恣意妄为。你既然无视我们的婚约，强抢玄虎少君入府，就应该好好待他。没想到你冥顽不灵，丝毫不顾及他人感受。不是的，韩少君入赘花园城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没有亲人朋友，父母又不在身边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可谓如履薄冰，步步危机。你太过骄纵。明日我会禀明城主，正式取消你我二人婚约。你与韩少君，你哭什么？我也是一个人孤苦伶仃，身边没有朋友亲人，父母也不在身边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也是步步危机，如履薄冰。我真的只是太想回家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为何你别骂我了？我挺喜欢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本意就没有想要欺辱韩硕。将他与教坊司越人做比较，还不算欺辱吗？对不起嘛。对不起。我知道是我错了。你居然会道歉？韩硕的感受我明白。睡了一觉起来，发现一切都变了。茫然四顾，周围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每天疲于奔命的跟周围的人打交道，一顿饭也吃不好，提心吊胆的，还怕别人害我，还怕一个不小心搞砸了，别说回家了，
搞不好还会身首异处，万箭穿心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给韩硕道歉。裴寒，我知道你以前讨厌我，但是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别对我失望好吗？好。公子，你一说退婚，三公主就这么紧张难过，也是新鲜。这么多年，有谁见过三公主服过软啊？她居然为了您，愿意向韩少君赔礼道歉。看来她还是把您放心上的，您就别奏进城主，取消婚约了。对。老公准备。小倩加油！此韩硕非彼韩硕，我还是可以跟他好好相处的。你可以的。程姐，三公主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啊？难道是觉得白天教坊司的事还不够吗？韩硕，韩少君，今天的确是我不对，是我行事鲁莽了，考虑不周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道歉啊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那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你今天险些被当众扒了衣服，我赔给你。你，花园城就算是民风彪悍，也很少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吧？我这样，咱俩算扯平了吧？这怎么能一样呢？哦，也对，你今天还被当众围观了。好，那我去大街上走一圈。站住！准备。你好歹也是我名誉上的妻子，穿成这样上街去。看破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再脱一件。你干什么？难道少君要亲自动手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乱喊什么？简直贼喊捉贼！怎么办？你这个女人啊，第一次在街上见面就对我勾勾搭搭的，自己贪好美色，还带着我一起逛青楼，见了裴恒又难以自持，跟他有扯不清的瓜葛。哼，你腹中这孽种，保不齐就是他的吧？啊？你屡犯七出之罪，
荒唐无度，不守妇道，生性放。你怎么还有手工杀呢？哟，这还有2副面孔呢。啊，冷酷无情、娇羞无措，都让你一个人演了是吧？手工杀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大惊小怪。你没有身孕啊？这不是得骗母亲说我有身孕才能救你出来吗？你为了救我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名节。名节跟人命，当然是人命重要。我是真心想救你的。再说，我这民间能值几个钱？也是，三公主若如同传闻中的一样，这名声不要也罢。韩少君，从此以后我们约法3章：人前按照我们花园城的规矩来，你听我的；人后按照你玄武城的规矩来，我听你的。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，这也算咱们名义上夫妻的相处之道了。你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许反悔。哎，站着！又怎么啦？把衣服穿上再出去。这算什么？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转内，老公转内。不好！夜深了，凉。好。多谢少君好意。子竹，二居者，我尽力了。子竹，楚楚，自我踏入花园城那一刻起，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。你我之间固有一战，认输吧。韩硕，我从未怀疑过你，但你却如此狠心。今日是七夕，你竟在我母亲游街之际将她炸成重伤，点燃狼烟，举兵攻城。还有人妻，我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命丧你手？不止如此，你从小疼到大的妹妹陈芊芊，也是大婚之夜被我一杯毒酒送上西天。芊芊也是你杀的。韩硕可真是心狠手辣呀！虽然我现在躲过了韩硕的毒酒暗箭，但我要坚持到大结局才能回家。我不能死，我可千万不能死！
都听明白了吗？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知道苹果跟香蕉怎么才能在一起，我就想知道他香蕉非要杀这橙子，橙子怎么才能保住性命。三位先生都是说书行业的业界翘楚，你们帮我想想，这故事要怎么编才能保住这橙子啊？这橙子名声很差吗？劣迹斑斑，臭名远扬。橙子得罪香蕉了吗？开局抢亲，继而害他入狱，随后又当众羞辱。香蕉心狠手辣，睚眦必报，城府极深，而且杀伐果决。他现在就是在卧薪尝胆，等待良机。待到后期，等他病好了，解了困，他就是猛虎下深山，一身的王者正气，可以说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除了这苹果，谁都挡不住。那既然如此，公主何不趁他危难之际？你不杀人写不了戏啊！啊，香蕉得留着，后来有用呢。那就用爱来感动他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这我哪会啊？洗白一个人物也得有剧情基础吧，光靠台词怎么够啊？那没辙了。这除去橙子，那是众望所归，大势所趋啊！对呀，三公主，你为何对橙子如此执念呢？甲方要求的，带资进组了，想多演2天行不行啊？何为甲方啊？我就是甲方，我命令你们赶紧给我想任何办法保住这颗橙子，明白了吗？啊！甲方还挺任性的哈，有钱啊！三公主，这橙子总得有点过人之处吧？有钱，权势滔天，可能还有点好看。内在的，机智、聪明、反应快。技能类型的，未卜先知，这算吗？这橙子对整个故事的脉络了如指掌。这香蕉是如何杀了这橙子？香蕉是如何勾搭上苹果？香蕉是如何在暗中运筹帷幄、兴风作浪？他是如何从苹果那里得到良药续命？橙子都知道啊。三公主。这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你想想啊，这橙子既然会占卜、善推算，那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可以趋利避害、逢凶化吉啊！哎，具体点儿，利用香蕉的破绽，救他、帮他、保护他，获得他的信任，扭转他的印象，降低他的戒心呐！这不就是抱大腿吗？那你该抱还得抱吧？对呀。三位先生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假设这香蕉觅回密探之时，苹果突然来围剿，橙子挺身而出，救香蕉于水火之中。你们说，这橙子他能获得香蕉的信任吗？二位兄弟，这故事情节以前有吗？我让他有，他就能有。少君，密探拿到了花园城的城防图，与我们子时2刻在护城河相见。城防图